哎呀，阿爸老沙2年來拜眼兒老人家，今日開放咯。哎，嚟上拜孫兒，雖然真要一嚿手要，睇還有茶歌啊，還有中國胡叫餅。雖然咧多多叫聲灣隻骨毛中道，條呢3種也好啦。希望咧保佑呢隻佛塔，就呢隻佛塔。買木買茶，要買素元巴，要買榴蓮巴。屋企還有一老婆啱啊，100歲，保佑128歲，還有招大胎歡喜啦，平安快啦。老實，記得18號上路卡啦嚇，有啲面緊喺拼突啊，好闖狂好厲害啊嚇，有啲面緊要喐舌啊，而落去冇喐舌啊，所以叫你轉去 ，OK 係咁啊，保佑我哋莊家冚唪唥咧富貴榮華。朋友，这是我爸爸张晨光，他平时呢很喜欢喝酒黑果啤，然后呢他很喜欢听黄庆元的《Money》，为什么？因为做生意失败啊，天天想 money。我们的国情，我们的情，怎么能忘记？有啊！给你胡叫饼对你有益。